我知道，我哋後排發生咗啲緊急情況，所以你幫我幫手。我淨信你，幫我處理。放心，唔會有人知。生命有盡頭，但係記錄落嚟嘅歷史可以繼續流傳。多謝大家加入 SNK 做董事，我成盤棋送俾你。我哋唔可以俾出邊知道你有事啊嘛！一漏咗出去 ，Kingston 就會開波，我哋冇晒主導權。咁直接啲，有定係冇一個字啫，得唔得？你係聰明仔，你只會報對公司、對自己最有利益嘅版本，係咪？大家聽住，由而家開始唔好再查 Madam 同埋關於講佢做嘅嘢。之前報過嘅全部落架，我唔接受。咁樣係違反咗新聞自由、編輯自主。有冇個合理嘅解釋啊？幫我抗力。我點會害你啊？坊間裏邊就係我對你最好噶啦，你根本就冇搞清楚係邊個對唔住邊個。不過唔緊要啦，而家都搞成咁啦，你顧掂自己先。小紅書